同学。 国小学生姚佑米从总统蔡英文手中接获第20届总统教育奖奖杯，不放弃的精神获得肯定。接下来还要持续挑战自我，因为我想给予自己的一些挑战，加上许多人给我的鼓励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能够完成永陆日月潭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关怀。他一直很努力的在，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撑起来。那我们就会觉得说，他不放弃，我们为什么要放弃？把复健当成生活的一部分，和妹妹互动靠的是站立式轮椅代步。小米出生只有1340公克，患有先天脑性麻痹，影响运动神经。每年的生日愿望都是让自己会走路。 但这个愿望遥遥不及，但我从来不放过。国立台南大学李文焕同学，45岁的李文焕是这届总统教育奖最年长的得主，15岁全盲，现在回到学校攻读博士，当特教老师长达16年，还创立视障协会，回馈社会，甘之如饴。从中途失明到最后能够有成就，这需要很多的努力跟辛苦，周遭也会有不断的贵人的出现。那我也希望说。 我也是一个可以创造这个帮助人的贵人的这个身份。今天各位的得奖者，即使面临不同的挑战，依然找到自己的专长和热情，在人生的舞台上发光发热，这就是适性扬才 最好的典范。从全国350位推荐名单中，56位典范人物脱颖而出。他们不被障碍设限，保持正向心态，才能活出最棒的人生篇章。带新闻黄轩、邓应中台北报道。手机锂电池坏。